貴重而有代表性嘅建築物，必然位處大都會中心點，代表咗大都會璀璨繁華生活嘅享受。未來維多利亞港將會有一座璀璨悅目嘅拱形建築——凱旋門，係標誌住現代生活繁榮同藝術嘅新地標。Imagination rules the world， 創建使人高高在上，所以我哋將個會所擺咗喺500尺高空。喺香港聞名天下嘅維港景色下，做 SPA 亦好，做 gym 亦好，都可以感受到與眾不同之處。而凱旋門嘅堅持，佢嘅設計更進一步，連接一望無際嘅天空，令住客游水嘅時候可以有接觸天空嘅感覺。身份地位顯赫嘅成功人士好着重私人。摩天會所嘅星夢宴會廳，住客可以喺世界3大夜景之下開私人晚宴。香港凱旋門係第一座喺維港兩岸嘅拱形門廊建築。最難得嘅就係，香港將會有一小撮人可以有機會擁有一個凱旋之門，香港嘅凱旋門。